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2500多年前，佛陀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苦修6年，终于在藏历4月15这天顿悟成佛。在过后的第49天，也就是藏历6月初4这天，进行了悟道成佛后的第1次讲经。佛陀在鹿野苑对无比丘为主的众生出转苦集灭道4圣谛法轮，引导众生走向究竟解脱之路。从那时起，世间便有了佛陀，有了佛陀的妙法甘露。因此6月初4也成为了佛教当中殊胜的一天。每逢佛陀初次传法日，藏区各大藏传佛教寺院都会进行斩佛、跳金刚法王舞等宗教仪式，为的是祈求佛法永驻，利乐众生，吉祥安泰。这一天是值得我们铭记的，更应当缅怀佛陀的恩惠，敬仰他，忆念他，用放生、茹素、诵经等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积累善法功德，庄严信仰。生活在佛陀的觉悟里，行走在自己的梦里，用这些贝叶经书做一只船，渡过轮回的苦海。那些不自知的、仓促的，又何止是告别？只愿这种种的苦海可不再踏入。
呃